5月报税将要登场，在政府南区国税局为了向民众宣导今年报税新增加用手机买通，而且专程唔免插卡，加上行动电话认证等等，如果轻松方便。今天要来开箱最新的手机报税，这是财政部报税网站，健保卡选行动电话认证，登入系统，输入身份证号、行动电话和健保卡号验证身份之后，就可以申报了。也可以用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，或是台湾 FIDO 验证身份，省时效率，一直搞定。快来用手机报税！使用这个手机报税呢，其实你可以透过有3个招式。第一个就是用行动电话认证，那第二个你如果不想用行动电话认证，你也可以用户号加查询码。好，那这个查询码我们在超商的 kiosk 就可以列印。那如果你有申请 TW FIDO， 那你也可以用 TW FIDO 的方式去做这个手机报税，这个是你入门的管道，就是这样免插卡，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完成报税的动作。当然，受到肺炎疫情冲击，不管是被隔离的民众，或者是执行相关医疗服务人员，然后向政府请领各种的补助津贴，或者是3倍券等等拢免税。而且真正报税有困难，会当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缴纳。因为很多民众可能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有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他可能在申报缴税，他没办法很顺利的可以一次就完成这个缴税哈，所以政府还是有提供一个延期缴税或分期缴税的这件措施哈。然后延期缴税最长就是1年，然后分期缴可以分到3年啊，然后这个部分都要提出申请啊，申请一定要在5月31日之前提出申请，不管你是从网络申报那边去提出申请，还是你到我们国税局临柜哈，用书面写的申请书来申请都可以哈。虽然政府全力推销网络报税，不过有缘要2成左右的纳税人以人工申报，税单分局持续遵照防疫规定，在户外广场规划分流动线，请民众注意。申办的项目分4条动线，那也用颜色管理来引导民众依序进入到设在地下1楼的申报会场，在入口处的地方，我们设有红外线的体温感测仪，有发烧的民众请在家休息。申报会场也采总量管制，避免群聚感染。当然，5月1号开始报税，拄到劳动节休假，税分局嘛提醒要人工申报的民众，5月3号上班日才开放。但是新闻军及人工采访报道。